389號線前往柴灣墳場同歌田順道，祝旅途愉快。其實搭巴士啊，都11個月，即係而家巴士都冇行嘅啦嘛，都3年啦。前往柴灣墳場和歌田順道，祝您旅途愉快。你睇而家個香港嗰個生活成本幾高啊！少少嘢都少一百蚊，多少少嘢啲啊，比較貴，真係唔夠玩嘅，睇翻個中文字成大嘅。座位上如果已经安装安全带，请系扣上，以保安全。For your own safety, please hold
番野高山，我们自己的巴士跑。乘客在车厢站立及行走时，请紧握扶手，确保安全。
心。乘客可以在山西温州运输协会的巴士上换乘其他城巴路线，前往铜锣湾、中环、九龙、江滨澳和花田。下一站，山西湾高丽中学。
乘客可以喺一個站落車，轉乘8號線前往銅鑼灣、灣仔，118號線前往紅隧、旺角及深水埗，682號線前往沙田、馬鞍山，694號線前往藍田、將軍路，180號線前往灣仔、北中及中環。Passengers reminded stop at station number 86 Railway One Chai, Route 118 across Harbour Tunnel, Bangkok and Sham Sri Auto, Route 682 Liverpool, and Maharashtra, Route 694 Lambton, and Shunkwara, Route 780 One Chai, Laboratory and Central. 乘客可以在这个站下车，转乘第8路前往铜锣湾及湾仔，第18路前往红隧、旺角及深水埗，682路前往沙田及马鞍山，694路前往蓝田及将军澳，780路前往湾仔、金钟及中环。下一站，阿公园道香岛。
到達終點站落車時，請緊記攜帶你嘅隨